再来是苗栗的德南一间金马店，昨发生着抢案，有4个男女伫个游艺场熟识，因拢因为耍跋筊型的游戏欠真侪钱，竟然是烧酒抢金马店。因囝仔讲要买金破链，趁店员无注意，抢走着价值70万的金马。警方伫个6点钟内，就甲4个嫌犯总抓起来，其中2个也未成年。 穿黑色姓王的少年仔伫咧银楼的柜台，惊仔要买金马，趁店员甲别人讲话，金马摕咧骨头着浪杠栓。这个少年仔挂嘴暗，雄雄公公伫咧巷仔内底走干那批，说咧坐单身性奥多摆表咧着紧走。昨尾暗仔4点外，苗栗德南这间银楼发生抢案，互真侪民众看甲着真惊。看到警察是什么原因？我在抢劫，那大家都很。 这间银楼伫咧人来客去闹热的市区，这2位查甫人当头白日抢走2条破链含金马，价值差不多70多万。我很纳闷，他敢在银行旁边前面摆摊的人就说有抢劫。警察看监视器，侦检就伫咧德南含头婚抓到4位嫌犯。男子扬称要购买金饰。 挑选过程中，趁店员不注意，拿走金饰后夺门而出。警察追查这4位嫌犯，透早原本先去偷婚这间银楼派姓王的少年仔先去甲人抢劫，不过惊甲皮皮挫，唔敢动手。下晡因改去德南这间银楼，原本唔敢动手姓王的少年仔，落尾抢到金马了后，就含姓杨的少年仔，甲抢来金马摕去卖50多万。警察6点钟内就全部甲人抓登去警察局。经过调查，原来这4位嫌犯是伫咧电动机仔熟识的，因为耍跋筊欠人债务，才甲天公照打，上康上芳。资源披露，嘛是抢夺罪嫌依法上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